運動嗰個動作原理，你越了解，即係好多人會好 focus 個動作外表嘅，即係例如跑步，隻腳要抬到90度，你見到高手就抬到90度嘅。咁但係，咁係咪即係我要去提升個運動表現，我就要諗方法將隻腳抬到90度呢？定係之前嘅原因，所以令到佢喺嗰一個 moment， 佢隻腳可以抬到90度？呢個就係個動作認知，即係你要知道我點解會出現呢個 shape， 然後我就去做，我就去做背後嘅原因，令到我可以做到呢個 shape 啊嘛。跳舞亦都係一樣啦。咁或者我都想問下你，咁多年嚟，你對於動作，你對於跳舞嘅認知已經唔一樣啦。你好搞笑，你之前成日話自己覺得自己唔識跳舞嘅，對動作對跳舞啦，有翻天覆地嘅改變之後，或者你可以講下有咩唔同啦，或者你覺得對於你再去而家自己去跳舞或者教學生嘅時候有咩唔同呢？如果話我經過咗之後咁多年，對於喺人體動態方面嘅學習咧，其實我會話將動作認知拆分為3個階段嘅。第一個係對於每一個重點關節，即係佢自己本身應該要有嘅力學動作啦。即係譬如話，膝頭哥其實就係屈伸嘅啫，你唔會走去練佢，我左右扭下個膝頭哥啊，我左右屈下個膝頭哥，我屈唔到，我屈到佢屈到為止。咁其實係我首先認知咗每一個關節其實佢獨特應該可以產生到嘅動作，咁其實係呢個元素。咁咧去到第二個階段咧係整合啦，整合咧係人體7大動作嘅基礎啦。其實佢相對已經係一個全身性嘅動作。咁其實當呢啲動作喺相對單一同基礎之下咧，其實佢應該 suppose 係要點樣配合嘅。咁然後咧先至去到第3個階段咧，去到真係一個運動專項啊！哇，有好多唔同嘅協調點樣去加埋一齊，成為真係每一個叫做運動睇落去好似非常之唔一樣嘅地方。咁咧，如果話去翻頭先呢個階段咧，我覺得係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咧，係因為我差唔多退役嘅時候先至開始接觸或者學嘅。咁譬如話，可能我哋一啲舞步真係跳咗成10幾年㗎啦。嗰陣話哇，上堂都上咗咁耐，但係當我再學動態之後，我再睇翻即係相對叫做一個動作分析，去分析翻自己以前以為自己一路做唔到嘅動作，其實可能一望已經呢個咁樣做唔得咯。所以話點解動作分析啊，或者呢個元素認知係咁重要咧？好多時候我哋就係好似阿 Sammy 講我睇到呢個動作，我條腿抬到90度，我哋就會一路專注，係咪我膝頭哥有問題，我大髀有問題啦？其實可能係盤骨嘅控制啦，重心轉移嘅控制，甚至根本就唔係能力嘅問題。原來係技巧上面，我缺失咗啲乜嘢嘅配合，或者我純粹係因為太過緊張啦，太過用力啦，先至令到我自己做唔到呢一個動作。